228事件满74天，促转会今仔日开记者会公告头一批不义为止，其中有25个所在，亲像是台北市的天马地房、家人港等等，拢甲228事件有牵连。大稻埕天马地房头前，想到228事件，就会想到这是私分案的爆发地点。3月27日，促转会对外公告全台湾第一批不义为止，这嘛包括在内，其他所在嘛拢参228事件有小牵连。重要事件的发生地，比方说这个基隆港相关的，或者八堵车站，那或者是类似汤德章律师被枪决的这些，就是说不同类型的。这个国家暴力发生的点，第一批公告的25大不义为止，分做7大类型。譬如讲，迄当时军警攻击民众的地点，但尸体的所在，促转会透过调查档案文件资料，初步确认是威权统治时期大规模侵害人权的所在。搁再经过专家咨询、审查等等听书来完成清单。审定公告之前，已经有找相关的机关，对于后续，我们可以合作，进一步的做，包括这个调研，包括做保存，包括做教育推广。促转会讲公布不义为止的目的，就是要让外界了解历史，其中这个所在透过我伫人权找路的 App， 嘛会当找到 App 内底已经是有46个地点，包括审定公告，也搁当咧进行的不义为止。促转会有个5月底，搁再公布第2批，主要是参白色恐怖时期有关系的地点。记者郑雅文、张玉水台北报道。